師傅，太極可唔可以實戰㗎？自己睇。太極拳到底打唔打得？呢個爭論咗100年嘅問題，答案可能響訓練場，而唔係拳譜裏面，取決於訓練者嘅訓練方向同方法，而唔係拳種本身嘅屬性。1743年，楊露禪楊無敵嘅稱號。1957年，鄭天虹在台灣台港澳國術擂台比賽上擊敗咗少林高手，都證明傳統太極具備實戰基因。咁點解現代公園太極失去咗殺傷力？核心差異在於訓練體系，就好似截拳道同詠春拳嘅淵源，巴西柔術源自柔道。決定實戰能力嘅唔係拳種名稱，而係訓練中有冇包含真實對抗、力量爆發、距離控制、反應速度呢啲現代搏擊要素。科學檢測顯示，專業太極訓練者嘅核心肌群爆發力達到拳擊手嘅87%，但普通養生練習者只有43%。呢個印證咗運動科學鐵律，身體只會對特定訓練產生適應。當太極招式被植入現代訓練體系，佢嘅前絲徑成為近身絞殺利器，雲手演化成交互防守，將單邊轉化成關節控制。呢個唔係神話改編，而係訓練邏輯重構。武術冇高低，訓練有真偽。空手道冠軍3戰泰拳王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決定勝負嘅從來唔係門派，而係訓練嘅科學性同針對性。下次當有人爭論太極拳可唔可以實戰時，請記住，決定拳頭力量嘅唔係拳法嘅名，而係訓練時流嘅汗水。傳統需要傳承，更需要進化。你準備好重新定義全武未？